我同阿媽一年睇咗第9間養老院，你哋都覺得好驚訝？係啊，我哋由今年1月份開始揾養老院，由中山睇到廣州，直到今日呢，都係未揾到心水嘅。所以今日我哋揸車100零公里嚟到廣州番禺，嚟睇一間央企直屬的養老社區。唔知道呢間養老社區可唔可以讓我哋滿意？呢間養老社區嘅名我會放到最尾，有興趣嘅可以睇下。呢個社區位置在金山谷，佔地面積就4.5萬畝咁上下，低樓層低密度，全部都是南向房間。工作人員帶我哋喺社區參觀咗一下，綠化率有50%咁上下，周圍呢2個市政花園，配套都幾好㗎。去到番禺區最有人氣嘅萬博商圈呢，10分鐘都唔使啊，即係會好有活力，但係又唔會話嘈，環境我覺得真係幾好㗎。鬧中取靜，大細啱啱好。跟住我哋參觀咗養老園區嘅活動空間，乒乓波、台球、書法、繪畫、打麻雀、跳舞、睇電影、圖書館，樣樣都有。佢哋呢度有合唱團㗎，呢度嘅長者呢，就經常喺度唱歌玩樂器。睇完啲活動空間之後，阿媽同我講啲房間唔使幾豪華，啱用就得。然之後我哋喺前台辦理咗試住。首先我哋參觀咗3個房型，單人間，1房1廳，2房1廳。因為我阿爸阿媽2個人住，所以就重點睇咗85平嘅1房1廳，空間都足晒啦。佢哋房間入邊家電家居齊全，可以直接拎包入住，適老化設計做得非常之好，房間啲細節處理得非常之到位。譬如話床頭衛生間都有平安鐘，家私牆頭嗰啲有棱角地方都係做咗圓角設計，就係驚老人撞侵，真係讓我哋睇到係有心機㗎啦。此外呢個社區係有醫務室嘅機構，小病小痛呢，就係喺社區入邊醫務室解決就得啦。仲有醫生護士24小時在崗，每個住戶都有專屬嘅管家，每日都會嚟查房。如果有乜3長2短呢，佢哋可以及時發現、及時處理。佢哋社區仲同3甲嘅廣東祈福醫院有合作，開車過去只需要10分鐘咋。呢啲就最緊要㗎啦，老人家身體永遠係第一位㗎。好啦，就參觀到呢度啦。阿媽諗住喺度試住2天1晚。呢間養老社區叫中國太平木棉人家，具體係點樣，大家可以實地考察一下。我阿媽話佢非常之滿意，應該呢一間就係佢睇嘅最尾